孝顺闽南语讲友孝，教育部教人安尼写啦。有高手讲免啥物大学问，着兄友弟恭啊，写友孝才对。友除了朋友的意思，阁有另一个意思，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就是友，也等于替父母除了希望囝儿孝顺，也希望兄弟姐妹会当相亲相爱，所以孝摕定连做伙讲。孝摕3000年前的尚书写孝友，3000年后的台湾人还伫讲友孝，闽南语有文化深度无？来看教育部的例句，除了字写毋对以外，还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，代表变调的连接号嘛乱标。正经要学台语的人，如何参考？如何断句呢？咱重新写过，重新标音，伊是主谓词，无变调，是一个人的计数单位是下，毋是一骹字的骹。注音标词句音，汉语拼音标分调，若爱变调的字加连接词，真友孝的囡仔。规句搁读一遍。伊是一个真友孝的囡仔。儿子是后生，安尼写哦，重点是后壁哦。闽南人讲家己的囝后生，这阮孝的啦。后壁的后是鼻音，文音读孝，倒来的孝这个音呢，乱标音、乱用字，会害人去发明啥物乱音大法的，真不应该。来练习教育部的例句，字爱改，标音嘛爱改。咱安尼写：恁后生今年考到倒一间大学？